国庆日有一寡所在发放一寡国庆礼物，伫花莲吉安乡这边呢，希望大家厝仔行行呢，国庆日健行行路，就会使摕到礼物。民众只要行2公里，就会使得到限量的国旗包。啊，若5公里呢，会加上一条运动面巾，吸引真侪乡亲参加。1,000份的国旗包无偌久就发了去啊。要毋过若无摕到要安怎？这个乡公所嘛发一张兑换券，讲25以后只要摕这个兑换券，赶快会使领到国旗包。 真侪民众沿着插国旗的步道行，边仔就是太平洋的美景。就算已经规身躯汗，陪手民众也是继续向前行。伊毋若是为着健康，也搁为着限量的国旗包。我多长2公里，为了什么？没有啊，为了让自己身体健康。健康。国旗包。 这是花莲吉安乡升旗建造活动，只要行完2公里就送国旗包，5公里搁加送运动面巾，吸引真侪民众来参加。不过少过侪人啊，乡公所所准备的1000个国旗包，连伊就分完。今天的人潮爆破我们预估量的3倍半，我们预计1000份的限量包，预估800份的预备量。今天除了全部发送完毕以外，而且还有将近2000人没有拿到。不过乡公所表示讲，无领到包包的民众免着急，乡公所特别准备2000张国旗包的兑换券，民众只要伫25以后咧，就会当到乡公所兑换，嘛，互每一个参加的民众拢真欢喜。